林玉婷，我係駐倉老團長，大家係咪知道？今日 Rita 坐啲呀，除咗我係駐倉老團長，係咪有一個特別嘅身份，從我出嚟福氣來嘅主持人？今日啲節目當中，當嘅老大家介紹我嘅三角台後生樂團。首先，老大家嚟介紹我嘅音樂總監，咩係三角台樂團嘅創辦人阿文哥。大家好，我係三角台樂團嘅創辦人嗬，也係現任嘅音樂總監。不過其實馬個細頭嚟做啊，嗬，就大家冇去做就我去做，所以開下動感股。大家好，我係三角台後生樂團的長號手雅雅。我係阿九姑，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介紹山口大後生樂團跟我們接下來的活動。哇，哎呦，好會喲，都會講咯，哎呦，阿九姑哈，講到阿九姑就客家美食啦哈。今日來到日呢，三角台樂團，其實安尼行過來20年嘅時間，我自己本身哈，我樂團10年天天，20年係廿位哈，阿文哥家講哈，鏡頭開清楚哈，啊佢我10年2008年，雅雅係滿我2年，你是2011年。樂團嘅，好，2011年，啊，各位今日坐啲現場咧，樂團前段嘅時間唱我哋嘅故事阿周啦，哈，係嘛？2010、2015，哦，今日坐啲人就係菜鳥咧。我金寶儀其實大家做得十強好，我覺得那都是我們的緣分。講到安尼後，就係因為阿文哥誒，老師你這20年你係因為行過來嘅，我真辛苦嘛。其實係看到爺爺吼，感覺佢講樂團幾廿年咯，咁樂團嘅時間行係4年嘅嚇，得冇？幾廿個人未出4年咧？係啊，我意思都講其實20年咯，一下就過去了吼，基本上我自己可能係個做事情哦，就想要講事情啊咧。做到當面色嘅個性哈，所以說每一項事情我係有興趣嘅時間，我就會一直做落去，做到出大啊！嗰時見到人講，20年吼，啲一樣行過來吼，我就不知不覺就行下到廿下吼。
慢慢继续行落去啦。哇，真嘅呢，嗰當時我做啲音樂團係因為我喺一個活動當中，我去做主持人，我訪問嚴老師，老師就講佢一下皮用後生嘅，嗰日我就講，老師我走去參加冇，然後就說哦，做得啦，做得啊，我講先生係講我係真嘅呢哦，我走去參加冇，之後我就真嘅落去，2008年就開始誒。我覺得我也是蠻堅持的，10年的時間咧。係啊。奇怪，當從從本一張開始。係啊，我基本上吼就講也好彩讀到呢個後生人啲喎。因為冇唔想講睇台灣吼，全世界未共樣啦。如果樂團咯，一隻樂團，堅持19年都真不容易，錯嘛吼。啊，就唔講一隻樂團吼，係講主創唔想創嘅，可能一隻樂團就解散啦。但是我哋樂團也看起來。我解散都冇人簡單。係啊，唔好意思。後來影片嚟後，我都見面現場應該還有我們的貝斯手開班，然後現場我看坐唔落嗬，我就喺佢也下看節目嗬。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參加佢嘅婚禮，慶祝就係爺爺，嚇，嗰時候後來爺爺嗰陣時，你那時候大學哈，太好，我們還有參加他畢業的公演。對，係呀，他畢業的公演，我們沒有送鮮花。這意思是講，鮮花會枯掉，我們送他食材，有香菇，有青椒，超實用，我好喜歡。從你們身上就可以知道，怎麼了？你們進來之後就出不去了。那個 Eagles 有一個名言叫做，有他一首歌啊，名言就叫做說 ，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, but you never leave。過去安尼睇下瓊華教營嘛，哈，其實我們當中也有樂手，像鼓手啊，有人去國外讀書啊，有人用啊，吉他手有結婚用的。後來就讀到阿昭，阿昭其實是搖滾魂嘛，你看佢今年一個大阪哈，一個頭腦冇很高哦，哈，只有個，他其實搖滾魂，可是跟我們一起之後，我們周圍青島橫濱嘅爵士跨界的。好，青島冇聽過嘅 Q 風，阿昭怎麼樣？覺得入團還行吧？還不錯，有趣。每個人都還不錯。我按你每年時間，你就會講，我知道青後。本記俾老太太講，三九太陽樂團用誒。好，三九大樂團跟大家介紹一下。介紹。說我們樂團怎麼樣？你要說太棒了。他在我旁邊不太敢講。今後，今後嘿，係啊。其實今日來到現場吼，我同大家分享我哋三九太安尼20年嘅時間吼，安尼行過來，其實留下青島嘅音樂啊，從阿文哥開始，其實老師真的帶着我們一起玩音樂，鼓手我哋有演唱會。其實一轉眼哈，就是20年就過去。那我們其實在這個當中，前期啊，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嘅歌嘅哈，自己唱。但是慢慢的，一個轉變哈，也係動詞演啊。記得辦1周嘅時間係同幾時個也合作過呢個傳統音樂。啊，過後同也後生演唱下，呢個因為團員的性質冇相同，就是我哋音樂都順定也部分來行。係啊，嗰陣時係先生自己唱，嗰個也係樂團嘅風格嗬。嗰首編曲啊，韓國主創也冇共用，寫來變寫冇嘅，下個位咩風向冇共用，錯冇？係啊，也下個位唔唱出來，老實講有得唔係唱嘅歌，我唱起來就冇好聽。你乖乖啊，用嘅喏。冇啊，就是像文順係啊。唔係，因為我寫東西吼，就講唔係可能有得韓文出世啫嘛吼。冇按你嘅什麼樣嘅經歷係啊？而家講我哋有得嚴肅啦哈，不過就只是啦，有得事情冇看到哈，冇看過啊，唱出來雖然我唱得出一隻詩冇唔錯，但是就講內容啦，嗬，深度嘅感覺都冇嘛相同。啊，同樣嘛，像你啊後生人教嘅東西，我冇教過。係冇，別人講乜嘅？啊，別人講乜嘅？要去衝浪咩？要教滑板咩？要釣魚咩？也是都唔教，比我哋行得多呢。係啊，但是你像後生人教啊，像去夜店啊，去樣嘅教趴啦，嗬，啲我都冇去教。我沒冇，我沒冇，我們就在家玩音樂、寫歌、練樂器，去安尼當音樂。所以下個學乖呢。可能佢全部記啦，冇佢去表演，他是去夜店表演，他不是去夜店玩的，好冇？我意思是講，其實嗬，每一個時代就有伊嘅性格嗬，所以講，即客家歌又唔係咁樣嗬，就講
我唔會講就萬係一天去寫我不看我狀況我寫20年一道東西吼，繼續把寫我因為冇需要啦吼，所以我後生人來寫因那個師徒嘅故事，我因為講也係三角台後生樂團最冇相同嘅素材吼，就係在樂團吼，其實唔會講停留啊睇一個時代，一個未共樣吼，所以講也三角台後生樂團寫一個嘅吼，完全適合後生人嚟睇。好，大家下呢繼續同大家分享，我哋有請到一個韓國有新嘅專輯同大家分享哦，還有演唱會嘅資訊哦，等下再來哈。同大家來分享三角台韓國21張專輯哦，20年我哋做一個雙 CD 哦，可能安尼同氣勢吼，韓國看到封面就啲啊三角台來咧，潘母來了，潘母喜。有班我朋友講，你班係三角台嘛？佢講哦，顏志文啊，我就嚇到啊，我講你認識顏老師哦，佢講係啊，幾我欣賞，顏老師你真見懂嘅學生嘅呢。這一張山狗大20哦，其實就集結老師一直以來的作品。係啊，而家做線上也哈唔係請講用嘅事情。用誒，你是好老師什麼？啊，沒呀，安尼就有請到一歌曲啊。我們這一張專輯收錄了12首歌，11條歌曲啊，有雙 CD 就有演唱嘅，還有8條歌曲哈，就係本來顏老師從編藝從誒重新編曲變做有卡啦，所以這張專輯很棒誒。係啊，其實也種專輯吼，都累積我哋20年來嘅創業嘅歌嘅睇地位啦吼，啊最主要都講，青島人過去改校創完嘅歌啊，有冇卡啦好唱，所以也是有附8條歌嘅卡啦嘅地位。係啊，嗰當時6年嘅時間，其實呢，有的辛苦，像雅雅在錄這一張嘅時候，我們那時候哇時間輕短，就是要花很多心思投入錄音。那個時候。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心得嗎？對呀，好累啊，就錄到半夜2、3點了，哦，太驚人了，那個體力的消耗了。對啊，主要是體力的消耗。不是做運動，就是平常就是要跑步訓練，對不對？好，我會從今天開始。11月沒有了。對呀，就像我哋講，我們聽這個音樂裡面，我們的節奏組就我們的鼓手啦，給青春腰啊，知道怎麼樣，一直在突破，再突破。我們好像錄了2天還是3天，很密集的錄，就是對啊，體力上是。我們一般人哈，1天吃3餐，他錄音的時候都要吃到6餐以上。他說他又餓了，因為要很有體力，清大骨。大家人可能感覺到唱歌係種輕鬆休閒娛樂嗬，其實唔係做音樂嗬，老實講，唔但係講一條寫一條樂譜等等。其實體力也真重要啊！古時候講演唱會時間，大家盡量運動啊。講到演唱會哈，就問大家來看一下，我們平常很認真的練團，好，看下哋練團都大興用嘅呢，看一下樣片哦。就是还蛮算本土一点的乐团啦，就是这也是我就是会一直觉得待在这边还蛮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跟这个土地是有关系的。今天的团内有加我们再另外加小喇叭跟萨克斯风，所以听起来就会特别的丰富，然后比较多有颜色，然后比较嗨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係 Rita 玉天，今日復起來咧，你嚟出外見來到內搭位呢，大家看到咧空間是啲係咩來到連團嘅素材，你嚟看啊，今日本大家來看三角台後生樂團連團嘅時間到底係上能用半年呢？這邊就沒有連體的意思了。剛剛就是說最後就等於是沒有連體，我們補上去。好，我哋嚟開始連團了，歡迎大家。
我三角泰乐团的音乐总监严志文，10月17號嘅演唱會吼，也從演唱會聽得來，也從演唱會咧可以講係客家表演嘅里程碑。这一次20周年的演唱会，老师包办了就是几乎是所有编曲的部分啊。那我是觉得编曲是一件既烧脑力又就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你可以用像比如说，前面2拍用小鼓，哒嘎哒哒嘎哒，涨涨涨涨。它会就是有一些，因为大部分的歌曲，因为它还是音乐总监啦，那整个乐团是在他手里面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就是他还是会蛮有一个他想要的一个音乐上的样子跟画面，然后我们就是不会说太严格，或是说就是太一定要怎样，但是就是会有，其实就是有蛮大的空间，可是就是它会让你知道，但是又不会太仔细的跟你说你要干嘛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有时候需要很仔细的时候会讲一下，但是就是个人挥洒的空间还是蛮多的这样子。这首还好吧？还好。可以下一首。好。下一首。好，下一首。Next。好，行在这路上。好。嗰陣時係從大家加入群內用嗬，要都有討論，還有要挑戰嘅素材。我就搞咗冇sense嘅是係，無論強調歌曲演出幾多擺，到擺練習嘅時節也建議冇強用嘅演奏家，你是會產生冇強用新嘅音樂嘅方式出來，我想當好，我咪就係咁樣練團當好搞。必听的话，1首而已吗？其实应该我心目中是2首啦，但有一首还没有发行。那有发行的叫做就是《河浪》。觉得蛮新鲜的，第一次跟客家乐团合作，觉得大家工作起来很开心，对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一起继续 play 这样子，对。这次活动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盛大，我们从来没有跟这么多人合作过，因为我们一直都算是个小编制的乐团，虽然不是说最小，但是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沟通上很简单、很容易、很快速的一个乐团。然后现在这次有这么多人来的话，我们就是会跳出一些舒适圈，然后呢必须要去跟很多人沟通，然后就是会特别拼命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，一定要来捧场。非常新鲜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精彩可及，欢迎来听。太棒了，太嗨了，大家一定要来听。歡迎大家來4月27號和第2台嘅演唱會，大家共下來唱愛講中山歌。我哋係三角泰香港樂團。1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1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1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1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4月17，三角泰韓國20。4月17，三角泰韓國20。11月17，山狗大走過20。哇，2天走也挺好嘞，好棒哦！哇，看起来就觉得练团更有动力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一段時間哈 ，Vito 安尼嘅演唱會，其實我們同時除了有演唱會，還係有青島嘅發通 Q 下的金行，有夜場演出嘅，還有我們自己做的校園活動，有時候青模涵哈，跟他雅雅樣片底都講，所有的編曲其實就是老師一手包辦了，要寫總譜，他大家看到只有增加2支管嘛，其實我們當天會有6管。还有加其他邀請的，有鋼琴啊，有打擊呀，哈。啊，你真辛苦哎，老師還好嗎？還可以嗎？還做得嗎？你頭先都講啊，當艱苦。冇啦，其實有人嚟講吼，講起來係一個幸福嘅事情哦，因為像做音樂嘅人哦，最主要係有一個唔嘅想法，唔嘅音樂睇深度嘅吼。我永遠同聽書演奏，冇可能講一個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哦，所以請感謝大家好，好上朋友吼，
可以来天数，一方面係實現我自己嘅想法，一方面係推一個客家吼來發生，因為也真難得啦。還有就是講，我哋嘅鄉下也係個緣分吼，我真相信緣分一件事情。所以講所有的東西，我哋也唔係講勉強做起來吼，就先試驗，但是喺試驗當中，我哋千善萬千努力，所以我相信。我哋大本大家吼，唔單係一場演唱會啦吼，大家也看得到，我哋也一路行過來一條腳步，因為也係最可貴的事情。係啊，真嘅哈，一路行過來，其實這麼多年的時間，我覺得大家一起練團，覺得就真的蠻不容易的哈。是，對。可是因為你哈，其實都在皮有默契。阿昭入團2年，有知道嗎？跟我們的默契越來越好，有嗎？有。有沒有被虐待？哎，沒有。不敢講。你比手指周颖哦，真的很高興啊，親粉喜，也希望說我們一直繼續保持熱情，能夠做屬於我們的東西。趁現在老師還在幫我們，一直不斷讓我們學習的時候，因為阿文哥講咩，佢動想去做船呢，佢冇去教誒，不過因為愛的，因為山口大，因為後生，所以老師繼續很勤奮不倦的在寫歌啊等等，或是幫我們編曲啊，去 heavy 動愛的，所以大家要繼續加油，對不對？沒有，我努力的健身運動，就是為了山口大。哦耶！好，等下陣嚟繼續同大家嚟分享，今日非常歡喜啊！哈，大家先聊一下，繼續轉到福喜來了。當中呢，同大家來介紹我嘅山腳台，還有山樂團韓國藝術山腳台韓國藝術嘅演唱會啊！嗬，其實安尼透過不斷嘅表演，培養大家嘅默契，韓國大家教音樂當歡喜，安尼咩好啲啦！嗬，嚴老師佢講佢當日當認真嘅衝浪啊，嗬，跑步啦，嗬，搞滑板，去比當藝術，看睇得幾感動嘅老師，係嘛？那你要教我們一起去運動，因為藝術要做演唱會要有體力咩？好，今年一個太發通結束之後，就大家共下來哈。啊，叫我嚟衝浪。教你教水。
嘿，有，我有聽去，古時我使到青舞，棉花都我都去參加4大運動啦，因啲。哎呀，其實安尼吼，我想問我兩個團員啦，吼，先安尼比我哋較慢調嘅爺爺入團以來，你覺得入團以後有什麼很大的改變，或者是獲得什麼很大的刺激嗎？音樂上，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容易可以互相打開自己的內心的世界，所以我覺得一個是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啦，一個是這個，然後第二個是處理事情上面就會變得要更圓潤。哦，你的意思可能講以前比較不善於溝通，係啊？我對很不喜歡，就不大會講話，哦，就喜歡默默的做就好了。爺爺很認真啦，爺爺正係做事情懂認真，爺爺啲樂團態度也是那種很熱心啦。講這個突然之間感覺上你長大。哎呦，我不是小女孩。好，安尼親好啦，我覺得音樂上能夠讓我們很直接對話，安尼親好。哦，安尼。係啊，其實爺爺電藝樂團吼，算一個很特殊嘅角色，因為唔看規則嘅台灣嘅樂團，無論客家也是非客家吼。基本上親手有安尼參考，咁吼，伊迄個細阿妹吼，加入三角台變，本身嘅樂團一個就較神奇吼，那音樂。山狗大2朵花。對，沒錯，係啊，親好用安尼加入也變成規則本樂團一個亮點。係啊，很難發泡，聲音樂上聽起來有增加一些特別的色彩。係啊，講下啲搖滾魂嘅故事啊，照顧，係啊，進入樂團以來要6年來，你知道有得到乜嘅收穫嗎？對我來講，我們每次的練習跟表演都是對我來講都是在學習一個過程。然後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，我就不是只是打鼓而已，而是在演奏音樂。對，然後會，我的收穫是覺得。我慢慢的比較有音樂的感覺，音樂性，對，然後會互相聽得到對方的聲音。有我 catch 到最近。哦，有，真嘅。其實阿昭他打鼓也是打得很好，以前都是玩搖滾流行音樂的嘛，哈。嗰兩個的做，上次我們做的可能比較民謠，也有一些比較爵士，他們用嘅風格時間。因為我們非常多的即興演奏，啊，就 open solo 的地方，古時候太搞富雄堂，我們要用音樂說話，都來講嘛嘅，所以大家最近覺得說，練團練呢，一方面是有演出，然後有這個售票房的壓力，太搞要喊他什麼，一定要呈現給大家很好的東西咩？古時候你練習有成果，有成果。其實我哋樂團嘅音樂性質吼。雖然講係個客家樂團，但是像阿昭同爺爺也有參與其他樂團，但是對於你嚟講比較好咧吼，參加三角台其實無遐容易吼，因為我哋音樂第一點嚟講有客家特色，第二點我哋音樂嘅風格吼，有類似傳統民謠吼，所以我哋有唱傳統民謠改編，還有現代自家嘅創作，還有融合其他。各種嘅音樂風格，像 jazz、rock， 還有藍調，係啊，對吼。古時候講，喺第八又會保持客家音樂嘅特色，就講較自由嘅個唱法吼。所以唔但係件咧，就講包括講我哋過去演唱會時邀請來樂手吼，我感覺到，一個我哋咩客家音樂，老師冇人簡單，唔係像同大家想象啊你。唔係照譜吹就做得哈，譜就是一個參考，其他就會自己發揮哈，用耳公堂，用心來感受啊哈。就像我自家，我樂團也10年啊冇乜感覺呢。就我嘟嘟看到嚴老師，我非常的尊敬他，也有點怕他，看起來不要笑，好，很嚴肅。笑，很陽光，就會按呢，真嘅就會按呢。古時候我跟同事參加都也哈哈，老師真的是亦師亦友啦哈，很重要的朋友。老師，所以你要很健康的長命百歲，跟我們一起玩音樂。真嘅，個人來講，每次都講，因為進入山狗大後生樂團，你知道我們每一個禮拜練團，你練團下來，這個之後我有進步，無論是在歌唱的演繹上，或是對音樂的感受力上，我覺得是
更深入跟更细致的去体会这个音乐，无论是讲音乐性或者是音乐的结构等等。古上来之后也系情感强嘅。其实一支乐团处理嘅事情唔单係唱音樂啦，吼，就包括講大家鄉下時間吼，嘅樣辦講法吼，樣辦鄉下，還有我哋對外嘅時間吼，所以一定攏係樂團嘅一個特質啦。就講唔係講一千人大家攝鄉下就一支樂團咯。所以我哋多年嚟堅持講，入嚟之後盡量如果我哋保持天時嘅練習吼，唔單係培養一個音樂，還要培養大家嘅感情。你這邊變成一個完整嘅團咯，對我時間上有將可以發揮一個整體感。真勁吼，要不要做下嘅演唱會吼？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有沒有壓力很大？我覺得壓力好大，因為當然買票嘅演唱會就有買票嘅壓力嘅。韓國係之後講20年了，都係大家有看到三個台有乜嘅無窮嘅改變。不是要把編制和規則音樂會，其實我們從舞台燈光音響到整個視覺的設計，還有音樂的內容，整個編制冇共用。係啊，因為既然係20年來嘅演唱會哦，希望講用一個演唱會來可能可以做得到將客家音樂吼，都帶我哋可以演到某個程度吼。所以講包括編曲到我哋演出嘅人員吼，除了我哋三橋泰安多3人之外吼，我哋也要將台灣青重要、青好嘅、青優秀嘅的樂手來向下參與吼。因為青年意啦，因為你聽到講要做客家音樂吼，因為都感覺到興趣。其實都呢度有其他3人吼，因為就會聽到講，應該有興趣，即個聽到嘅風聲吼，主動講。我有機會可參與喎，吼，係安尼嘅情況吼。當然，規則嘅音樂係咧，我稍後嘅時間吼，要親密切嘅來排演吼。希望講將要從演唱會變成嘅客家音樂20年代吼，一個發展到近吼，我哋所呈現一個過去韓網呈現出來嘅一個精彩嘅東西出來。錯，就係希望帶本大家吼有深度嘅溝通吼，還是本大家到底喺乜嘅時間而去哪裡看呢？什麼時間呢？演唱會11月17號，星期五。幾點呢？阿昭幾點？阿昭幾多點？星期五幾點？晚上幾點？晚上7點30。對，7點30就7點半。喺哪邊演呢？喺台灣藝術大學嘅演藝廳，吼，係一個台灣入去做書片就係，吼，青鳳片嘅所在。係，也係呢，你特別青好嘅演出嘅場地，吼，係所以今日非常歡喜同大家來分享我三個台後生按認真嘅練習吧。我想我們會繼續堅持，對不對？加油！加油！走到亞航來說，清明就一人用一句話，我們來說說我們這個演唱會吧，好嗎？來，你先。太嗨了，一定要來哦！太嗨了，一定要來哦！來就講客家很解啊，好本來，這家嘅客家，這家來支持，鄉下來欣賞音樂會。阿文哥，係啊，大家鄉下來在唱，我講唱山歌，大家攏第一個嘅。太棒了，太嗨了，大家一定要來。好啦，今日真嘅非常非常的歡喜，哈，同大家來分享三個台韓國藝術，分享大家上兩廳院售票系統去買票哦。今日再次感謝我樂團，希望所有嘅朋友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了，再來了。